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我们在座的常住法师，以及我们的义工朋友，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师父今天给各位大家介绍，明朝在万历年间，贵州有一个考官叫做刘希元。有一次他路经湖南跟广东，看见天色渐晚，就将船随处停靠。那一天他在船上过夜，正在熟眠之际，忽然他梦见了一个身材魁梧的人站在他的面前，就说了：我是曾经在宋朝为将的曹汉，宋朝大将为什么入梦来呢？我们听这个梦中人娓娓的道来。他就说了：我在唐朝的时候曾经做商人，偶然路过一间寺院看见法师在讲经，突然我心生喜乐，就发心要打斋供生。随后他就站立在寺中听经半天的时间。就是因为这一个共生听经的因缘，所以我得以生生世世都担任这个官职。到了宋朝便当上了将军，也就是他现在这个模样，叫做曹汉。当年他奉了太祖的命令围攻江州哪里知道久攻不克那个时候他心里想，江州人真是顽劣他越想越气一时他嗔恨心大发，竟然把城拿下的时候就屠城了，把所有大大小小全部杀光，也因此造下了这个严重的杀业，让他落得生生世世当猪的果报受尽无穷无尽无量无边的痛苦。梦中他讲：刘大人，明天我就要被宰杀了，今天我们在这里有缘相遇，希望你伸出援手。至于怎么样才能认出我的呢？今夜你停靠的地方就是我要被屠杀的地方。记住明天一大早第一只要被宰的那一只猪就是我啦。我请你大发慈悲心，把我从屠刀下面救出来吧。一声声很哀凄的求救声音不断地在刘希元耳中回响。他猛然从梦中惊醒，心里想：这到底是做梦呢，还是真有此事呢？他本身也不大确定。他醒过来以后，看看外头天色将明如果梦境是真，那么那一只猪即将被宰杀了。刘希元心中不自觉的就着急起来了，快步的走出了船舱仔细一瞧，停船的地方的前面果真就是一处屠宰场过了不久，屠夫就抬着一只又大又肥的猪就出来了。这只猪恐惧的叫声惊天动地刘希元因为梦中所托他就急急忙忙的跟着屠夫商量了。屠夫就看见有人出高价要买猪自己可以省下一刀，他就非常欢喜的接受了。刘希元赎回这个猪之以后就将它带到放生堂中。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只要有人高呼曹汉那只猪就有回应当时很多人引以为戒你看我们人一时的杀业，结果必须要堕落在畜生道，偿还别人的性命各位，我们人的身体随时都在转变，可能当一只蛇，当只鸡，当老虎，当羊，当牛，身体可以变，但是你的神识灵魂永远都不增加不减少的。一般人不懂佛理所以自作聪明去阻碍别人学佛，说什么只要多做善事，不昧良心就可以了，又何必去学佛呢？这个话我们乍听之下好像是有道理，但是我们若用理智来研究一下，才知道这种见识是非常的短浅即使我们真的多做善事，不昧良心，
然而但知修福，不解修慧呀。这种行为在佛法里面就叫做三世愿，也就是说，今生做善，你第二生去享福。因为没有智慧的关系，所以10个有8、9个都迷失了本性。在享福的时候，又造出了很多杀盗淫妄的罪业来了。到了第3世，不免又要去偿还所有的恶业，而堕在畜生、恶鬼、地狱、三途之中。况且一个没有智慧的人，哪里分得出来什么叫善恶标准呢？哪里能懂得心性是美好的还是错的呢？所以我们应该要劝导大家多念佛，阿弥陀佛不嫌弃不分别，一定要救度我们念佛的众生。只要你愿意念佛，人人都有机会，人人有条件，阿弥陀佛一个都不放弃。这就是我们唯一能够安心依靠而且很有保障的方法。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一定要劝导所有有缘的众生，大家多多念佛。这个公案跟大家一起分享。南无阿弥陀佛。